大家好，我哋係講清講楚。香港15年規劃即將出爐，回望過去，中國以5年規劃為香港制定咗未來5年嘅重點發展方向。冇錯，智慧城市都成為咗我哋嘅熱門話題。香港早已涵蓋咗智慧出行、智慧環境同埋智慧市民。為此，香港政府仲推出咗60項措施。講咗咁多，唔知道佢哋又知唔知呢？劉姨姨，劉姨姨，你係咪要去醫院啊？我哋幫你啊！後生仔，咁你就唔明啦。其實香港依家係有醫健通呢個全港性嘅醫療數據平台，市民咧就可以用 App 管理健康同埋睇跨境嘅病歷，唔但能夠長期跟進慢性病嘅患者，更加有效加速咗醫療名額嘅流轉，減少咗必要嘅醫院壓力。冇錯啦，而呢一個 app 咧，啱啱好就幫助咗香港嘅智慧城市發展。Hello， 想問下你知唔知咩係智慧？智慧環境唔係好知喎。其實唔知都唔緊要嘅，等佢嚟解釋俾你聽啦。我哋而家係綠在區區，呢度嘅智能回收箱係有附有感應器，可以實時通知職員相互情況，靠數據規劃新達路線，避免風車嘅浪費。透過佢成效非常理想，回收量由2023年嘅2.3萬公噸升至2025年嘅4.15萬公噸，升幅超過70%。哦，原來係咁，呢個人咁聰明嘅。係啦，所以千祈唔好睇小呢個回收箱啊！佢背靠數據打造咗一個又乾淨又衛生嘅城市。唉，點解架車咁鬼死耐嘅？咁你就一啲都唔智慧啦，不如我哋問下佢哋啊。Hello， 想問下你知唔知咩智慧出行？哦，智慧出行，我知啊，你睇呢個摩咪得咯，你呢個一下就可以知道自己心儀嘅巴士幾時先到啦。咁如果我喺屋企咧？由香港運輸署提出嘅一站式流動應用程式《香港易出行》入邊嘅步行路線搜索功能已經全面啟用，令廣大嘅市民都可以安心出行。冇錯，呢個 app 令到人人搭車都咁方便。喂，你聞唔聞到陣香味？係喎，哦，香港15年規劃出爐啦，喂，去問下。走啦。